星期同大家睇咗蘇莫姐嘅上片，喺開始下片之前，我想先同大家重溫一下上片嘅內容。首先，我想問詞人所描寫嘅係邊一個季節嘅景色呢？答案就係夏季。第二，雀鳥喺屋檐下做緊啲乜嘢呢？佢哋喺度叫過不停。第三，水面上嘅荷葉又係點樣嘅呢？水面上嘅荷葉係圓圓嘅，喺風中挺立住。今日鐘老師會同大家睇埋呢首詞嘅下片，先聽鐘老師讀一次。故鄉遙，何日去？家住吳門，久作長安旅。5月漁郎相憶否？小接輕舟，夢入芙蓉浦。首先，故鄉遙，遙係指遙遠咁樣嘅意思。作者見到眼前嘅荷花，不禁諗起自己遙遠嘅故鄉。佢嘅家鄉就喺吳門，即係而家嘅江南。而佢已經喺長安，即係汴京，住咗好長一段時間。詞人見到眼前嘅景色，諗到自己唔知幾時先至可以回鄉去睇家鄉荷花盛放嘅景象。作者喺呢個時候亦都諗起江南嘅5月，水上嘅漁郎望住捕魚嘅情景，佢不禁喺度諗，唔知道家鄉嘅朋友仲記唔記得我呢？有冇掛念我呢？好，小接輕舟入邊嘅接係蛙水用嘅槳咁嘅意思，而芙蓉浦呢係指蓮花塘。作者唔單止諗起江上嘅漁郎，更加令佢諗起當年佢喺家鄉嘅蓮花池上面搖住小船駛入去塘入邊，不知不覺間墮入夢鄉嘅情景。作者上片寫眼前嘅荷花景色，下片就寫出故鄉嘅情景，同埋佢諗起自己嘅朋友，帶出濃濃嘅思鄉之情。相信大家都明白呢篇宋詞嘅內容，而家請大家跟讀一次。有請童希同埋曉慧為我哋帶讀蘇莫姐嘅下片。故鄉遙，何日去？家住吳門，久作長安旅。5月漁郎相憶否？小接輕舟，夢入芙蓉浦。今晚請同學返屋企同家人分享一次，並且簽署第23頁嘅分享表。另外，今日會有中文大使喺樓層同大家玩中文遊戲，請大家踴躍參與啊！拜拜。